都問下大家話，今日講咧，其實就係我哋商道行當中，我哋四正啦，其中一個叫正商，係嘛？商道之餘咧，其實我點樣同人去從商咧？離唔開溝通，係嘛？離唔開溝通。OK， 但好多時咧，就我哋所講嘅溝通咧，究竟係有邊啲嘅溝通咧？等陣先嚇，我哋咁你按 USB 咧，按 USB。因為我本身咧，我自己又本身個機個 file 咧係有啲特定嘅字頭，咩得係電喎 ？Yes， 非常好啊。咁就用呢個咯。Yes right。掂啊！非常之好，唔好意思，繼續。OK， 好係啦，因為我本身就今日係用一個古裝嘅形式去包裝今日嘅係區域，我叫區域，係啊 OK 嚇。咁你所講咧係有三純同九式嘅，咩意思咧？其實好多時我哋平時同老闆啦、同屋企人傾偈、同老婆傾偈、翻去同仔女傾偈啦，我哋平時用乜嘢溝通模式嘅咧？我哋都要好好檢視下。例如我哋好常見嘅，即係話，喂，食咗飯未啊？跟住可能你嘅自動波嗰個模式會點樣？哦，食咗啦。其實嗰下你不斷好多人就入問你嘅時候，你會點樣㗎？你慣性地答食咗，或者食咗少少啦。OK， 其實可能你冇食㗎，唔出奇㗎。但係你答嗰下其實已經係機械咗嘅，唔係唔啱。不過好多時就令我哋覺得，究竟我哋有冇諗過溝通真正意義係啲乜嘢咧？得唔得 ？OK， 好。所以短我諗20分鐘到啦，我哋會講咩叫真正溝通先啊。除咗聽之外咧，今日主要係講點樣去表達呢件事嘅，得唔得？雙向嘅。另一樣嘢，三純九式究竟係乜東東嚟嘅咧？陣間同大家談討，同埋細分九足嘅實用嘅一啲嘅語言嘅一啲技巧啦，等等啦。因為今日咧，其實呢個堂咧本身係教4日嘅 full day 嚟嘅，我濃縮一啲認證課程嘅，我濃縮成為短短15至20分鐘，好嘛 ？OK， 好嗱，開始嘅時候咧，我哋所講啦，平時我同人溝通，我一講嘢有啲咩元素㗎？嗱，唔係肢體語言嗰種啊，係嗰個表達方式，有啲咩㗎？説出來啦 ，yes， 説啦，好好啦。時間關係，俾大家睇一睇先。大家睇嘅時候咧，檢視下自己係屬於邊一種嘅術，我哋叫做好嘛？3種術，第一問，好似葉問咁問，問係咩 ？ask 啊，平時係問嘢。喂，其實大家生意如何啊？有冇啲話可以再提升你哋嘅生意模式咧？我不斷問緊，係嘛 ？OK， 呢個係探索發現嘅術。第二，仲有係説 tell。講嘅得唔得？講係咩意思咧？有機會係叫摸下説教啦，但係我係直接講出嗰種資訊嘅。呢種模式咧係塑造同指引對話流向嘅。我哋不斷去講嘅時候，轉話題啦，講嘢啦，究竟點樣講咧？我哋有冇好好地講咧？我哋唔係淨係不斷講完對方聽唔聽啦？呢個都好重要。第三，間好得意嘅，你好中式啊！間係咩？勸間啦，英文簡單講 suggest， 有英文會容易啲理解嚇。就係你點樣影響主導咧？人與人之間嘅對話流有個路向嘅。你點樣引導件事去 suggest 去間咧？古時就會話嗰啲即係以死相間啦，即係比較極端少少。但係有冇啲係比較依家現代化少少，營商從商影響客戶、影響 partner 咧？我哋叫做間。3種術，我哋叫做擺渡嘅方向啦。OK， 好，短我諗用1分鐘時間。俾大家2個人分組，好嘛？2個人分組，就咁你知道個意思啊 ？OK， 問、講同埋間，你認為自己平時生活上、工作上啦、商會老闆上啦，邊種係多少少咧？如果可以嘅，你可以大概預知個幾多 percent 都得，好冇 ？OK， 好，大概我諗2分鐘時間，俾大家交流下先。OK。邊樣嘢多啲？我平時我係講多嘅，冇問題嘅。我係問得多嘅。我自己嚟問。即係有冇知道數字嘅更相對嚟講，即係我先攞咗人哋嘅背景最後先揀，嗰個咁講相對多少少見過3年歷史日常，因為我呢個可能我知道例如話係跟住我啱，跟住之後呢個係講緊係你
女或者我對住嘅話，嗰個又係問題嘅嗰種個 percent，即係唔一定話100%冇幾多兩種。不過普遍你覺得自己偏向邊個嘅？好30秒。好 OK 嗱，時間夠啦嚇，我會做一個簡單嘅訪問好嘛嚇，或者訪問後邊嘅組別啦，好嘛？安安或者Francis先啦，好嘛？俾啲掌聲你哋先，好嘛？好簡單咧嚇，你自己平時喺生活上啦，或者工作層面咧，邊種會多少少傾向於咧？嗱，交俾你。我自己就説會比較多啲，講會比較多啲，然後咧就到間，最後先係問咯。我發現我自己係比較少問嘅，可能我會自己諗咗先嘅。哦，係啊，咁樣。好好。如果有跑話題，我可能問咗先，係可能問自己，係問啦問題先至有正確答案啦。所以我呢啲叫問咗先嘅。偏向問多少少。OK 跟住就講咯嚇，跟住嗱冇話好唔好㗎呢個係講咯。OK。咁間就其實係算年紀嘅增長，其實係真係少咗好多嘅。少咗啲嘅。係。俾掌聲呢一組數。好。呢個好好嘅顯示嚟嘅，好嘅顯示嚟嘅。嗱，今日講三術咧，其實每種嘅術咧係用於唔同情景嘅。當然你會話，喂，第一個反應區域啊，區域啊，咁用喺唔同嘅情景，咁梗係啦，係嘅。呢一個少少嘅環節係覺察嘅，陣間會同大家玩遊戲嘅。咩時候每一句咧，佢用於緊邊個術咧，你要即刻分析嘅係嘛？好好玩嘅呢遊戲。OK， 好。嗱，例如同大家玩小遊戲先。嗱，大家都起碼知道三粒字知點去分辨先啦。以下咧邊種術咧？睇一睇喎，呢個句子。啊，你覺得咧下星期嘅促銷活動咧應該聚焦於邊個嘅目標客戶群咧？就咁去講係問啦係嘛 ？OK，yes 係啦，係啱嘅冇問題啊嘛係咪 ？OK 好。嗱呢個係入門嘅題目。好，第二題喎。我相信加強品牌嘅故事傳播咧，能夠顯著提升客戶嘅認同感。面嗰陣係説，哇咁遠啊！係咯，嗱，應該估住先。我覺得係雪。開始有個位可能係迷思，喂，雪同間有啲似喎，係嘛？陣間會論下。好，不過呢個係間嚟嘅，係啦。我相信啦 ，I believe 或者有少少傾向於啦，係嘛？因為陣間咧，我按照住呢三個術咧，引申出仲有九樣嘢嘅，係1開3嘅，會咁樣嘅，咁但我會細分嘅。好，再落去先。根據數據顯示咧，即係用我哋嘅鱈魚哥嘅私塾啊，舉例上個月嘅收視率上升咗20%。OK， 假設呢句句子，喂，咁係邊樣嘢咧？樹啦，樹啦，鱈魚哥樹啦 ，OK， 係啦，啱。應該係就咁樹嘅係嘛？講出嚟表達，冇加個人意見落去，得唔得 ？OK， 好，俾多題。阿 Michael 啦係，阿米高嘅生意確實係好咗喎，OK。講一喜事嗰啲啊，係啊 ，OK 都係嘅，可以。好，但係呢個會唔會太牽強咧？舉個例啊，係啊，後面嗰句，呢句係咩類咧？問，嗱，俾個答案先。呢個就係間，點解咧？反問嗰陣。係啊，因為原來佢 suggest 嘅時候咧係有幾種方法嘅，好嘛？好多文字。OK。再落去啦，呢個就叫三術，3個術以下咧就會講9成啦，咩意思咧 ？OK， 嗱慢慢落去啊，頭先講問啊嘛 ，OK， 問係簡單少少，好快速同大家分辨，好嘛 ？OK， 嗱大家留意以下落嚟講9種嘅術咧，歡迎大家影相，都必須要影嘅，因為陣間咧我哋會做一啲活動嘅時候咧，你會可以顯示自己嘅，好嘛？可以細分到9類嘅。Yes， 第一嗱問底下咧仲有個叫術。簡單嚟講 ，inquire，OK， 係提出一啲開放啦、探索式咧去了解嗰個發掘更多資訊 ，OK。簡單講咧，用個圖案去睇咧，其實等於嗰件事，佢問唔係深入問，係問咩闊度、橫度嚇。譬如話，
喂，我哋方舟派係喺邊度開武林大會嘅咧 ？OK， 係啦，有邊個嘅武林高手咧？人啦、地域啦、時間打橫不斷問落去嘅，個闊度嘅，得唔得 ？OK， 係啦，我哋競爭對手喺邊個咧？市場喺邊咧？呢個就叫 inquiry 詢 ，OK 啊，簡單易明。好，到下一個，好快嘅。第二，探 prop， 探係咩意思咧？探測、探索 ，OK， 就係一件事情佢問得好深入、好 deep down 英文叫做係嘛？好深入問到落去問到篤 ，OK。而咧去超越一啲隱藏背後嘅資訊，喂講多少少啊！有啲同事咧試呢個機制咧，你點睇咧？講多啲啊 ，OK。仲有咧，類似咁樣叫深入式。如果我哋選擇呢個方案，跟住會點咧？然之後咧不斷探索嚟，係深度嘅，頭先係闊度，呢個係深度，明白 ？OK。第三，仲有我哋叫識 diagnose，OK 就係分析。簡單嚟講，易明嘅就叫做 why。揾出事情嘅根源，同頭先深度都唔同嘅，係背後本身盤估猜咩原因咧？譬如話，喂，我哋有呢個乜嘅問題，背後個根源係咩咧？我哋唔係一味淨係做老闆好緊要。依家可能好多生意上嘅嘢有挑戰，背後根源係咩咧？係我個定位問題，定位背後係客人對我唔清晰，我嘅45秒唔清晰，令到你 get 唔到我要嘅引子，好多嘢可以再諗嘅咁啊！呢個就叫做識 diagnose。明喎嗬 ，OK， 呢個就叫問。慢慢加深咯，好快速。我陣間會做練習。Tell 就係塑造指引對話流向嘅術得唔得？好，4、5、6即係簡單講。好，第一個就係表 articulate 得唔得？呢一個咧就係表就係表述 ，OK， 哇，小心呢個聲路，我真係講錯，係都表一表先，表下你表下先講翻呢個 OK， 以中立事實嘅描述方式表述件事得唔得 ？OK， 以澄清等等。例如頭先我聽到你講咧，社交媒體咧對我哋品牌咧都有幾有用。呢個唔係佢講有用留意喎，係根據 refer 得唔得 ？OK。我諗喺呢度咧都想去總結頭先大家嘅論點，得唔得？譬如我哋平時方舟開會啦，總結嘅時候就係呢個表啦 ，OK， 明我嗬？基於中立嘅事實去描述嘅總結嘅。好，第5啦，倡 advocate 就係提倡啦 ，OK， 咩意思咧？呢個就好擺明居馬咧，就係釋出自己強烈表達嘅意見嘅 ，OK， 所以你見到可能語氣嗰度有強少少，例如話。喂，我哋團隊建立嘅關鍵係在咩啊？建立信任否則咁做嚟有咩意思啊 ？OK， 又或者我認為我哋應該齊心嘅先至可以事成嘅，呢個係好直接去講出自己叫做 for or against 嗰樣嘢嘅個立場表明嘅。當然啦，背後其實佢有冇根據咧？呢個就後話㗎嘛。我哋講緊每個句子其實呢個就叫倡咯，識分啊，好快速得唔得？提倡嗰件事，你表明個立場 ，OK。好，第6係建就係 advice。建就係咩咧？建設之餘咧，都係有建設性一啲嘅建議啦。通常咧就係令到一啲我同人個意見不同嘅時候咧，同唔同都好啦，我哋就將個諗法去流向嘅。咩意思咧？譬如話，我見過以前發生過唔少嘅事情，所以我建議係點啦。OK， 你建議啦，我嘅經驗話俾我知咧，我哋應該咧就要聽阿力葉老師嘅想法，力葉係力上係 OK， 呢個係建議嘅得OK 可以啊。同頭先唔同嘅，頭先第一個我哋表係啦，根據咁樣咁，佢冇表達個立場性，呢個係有嘅，識唔識分 ？OK， 好，陣間做練習佢。好，最後7、8、9，好快得間就係好明顯係影響主導擺向方向嘅一個術啦，我哋叫做得 OK， 好嚟咯，7、8、9咯。好，第7我哋就叫做評嘅，評係咩意思咧？critique 英文叫做係啦，評就係評估咯，客觀嘅評估咯。但係留意頭先係根據嗰樣嘢表係，不過呢個評係咩意思咧？就係你係有多方面分析，簡單嚟理解咧，貨比三家貨比三家。譬如話，喂呢一方面咧就咁，好處係咁，唔好處係咁，究竟係點樣咧 ？OK， 呢個就叫做評，都係中立，不過係多方面嘅，得唔得 ？OK， 好，呢個叫評。好，第8就係糾正個糾correct OK， 開始係強烈少少啦，就係通過一啲嘅重新嘅標準啦、界線啦，去令他人去糾正一啲嘢嘅。
我哋未能夠按要求咧去執行嗰個標準喎，應該係點嘅，有主觀性喺度嘅，得唔得嚇？數據唔係呢個意思啊，實際話俾我哋知咧係啲乜嘢咧，得唔得 ？OK， 係擺明係 correct 人哋，即係糾正人哋嘅一啲事情啦，但背後用嘅可能係連續嘅嘢，得唔得 ？OK， 好，第九嗱講埋呢個做練習，好快。九係 challenge 啊，變啊，係。當你面對啲我哋叫詭辯又好啦，唔一定唔好㗎嚇。OK，challenge 啊，辯論啦，得唔得啊？喂，我哋可唔可以重新諗下呢樣嘢咧？可能你唔認同喎。OK 啊，喂咁樣做會唔會太牽強咧？頭先講咧咪其中一個間嘅一個答案咧，就係呢樣嘢，得唔得？我哋叫做辯嚇，但係另一樣嘢啦，你能唔能夠透過一啲係評啦、表啦去配合呢個辯咧？即有好多唔同元素係砌埋一個嘅你個風格等等啦，得唔得？好嗱，好簡單，1至9句講到嚟呢度先，好唔好 ？OK， 可以啊。嗱，再嚟兩個人一組，兩個人一組，係啦。我俾多大家3分鐘啦，今次好嘛？揾一個新嘅朋友，兩個人一組。嗱，大家簡單識分細分嘅時候咧，究竟我係問咁問係邊一類嘅屬咧？你係屬於邊一類咧？好好咁去諗一諗下，得唔得 ？OK， 可能唔一定係某一類，兩類都 OK 嘅，得唔得 ？OK， 好，揾一個新朋友，兩個人一組，3分鐘時間，好啦，頭先。佢哋話要正裝啊嘛。OK， 好嗱，我又分享下啦，請下其中一組分享下啦，好嘛 ？OK， 嗱，理解嘅有好多時會唔同嘅會友啦、嘉賓啦都問我，喂呢一個係咪咁樣嘅類別？係未必短時間即刻好清晰分到9類正常，但係大類你分咗3個屬先，或者有1、2類爭少少唔緊要。不過咧，我想大家試一試樣嘢，以下落嚟咧，譬如話無論會有嘉賓講嘢嘅時候啦，你試下分辨，佢表緊喎，表完再係咩咧？再探喎，係表緊喎，咁嗱，呢個係好好玩嘅人覺察嘅。係啦，咁不過時間有限啦，咁大家咧都想留低個引子啦 ，OK， 大家好快都知道3個嘅3術9式啦。嗱，陣間我哋咧會有個小組討論，不過歡迎大家影住先啊，因為阿 Gigi 我我擺喺個 PowerPoint 度擺咗嘅啦，因為我自己一啲字體上啦，咁就呢個美觀少少嘅一樣嘢。兩個問題啦，第一。你傾向於邊種式咧？即係頭先其實大家都可能有討論過，不過分做 A、B 小組就唔同嘅討論啦。OK， 好啊。你需要提升嘅係邊種嘅式咧？9式係邊一種咧？呢個問題一，二揀一嘅陣間。第二，你會點樣將今日所學嘅3術9式咧，應用喺我哋自己嘅商道上咧？你平時老闆咧，呢個就俾大家去留份個命題俾大家討論。OK。好嗱，今日培訓環節暫時喺度先，好嘛？Thank you。好係啦，記住啊，未入會嘅朋友，我哋商道4正方舟派嘅 ，thank you。